乡亲啊，美国职业棒球世界大战，恁有看华视的实况转播无？伫咧今仔日进前，洛杉矶道奇甲多伦多蓝鸟啊2-2平手。但是今仔日的蓝鸟真厉害哦！一开始就靠 David Schneider 的轰不浪，刷来 Vladimir Guerrero Jr. 继续轰不浪，拍甲道奇队密密麻麻，最后6-1蓝鸟队赢球。所以啊，伫咧世界大赛已经赢3场啊，搁差一场，因就会摕到冠军咯。 MLB 世界比赛，洛杉矶道奇多伦多蓝鸟对决，两平2-2平手。这一场第5战，当时嘛是道奇本季上尾一场主场球赛，所幸到塔冠的蓝鸟真无情。那打线上的差别，当然第一棒 David Schneider 的先发，就是因为 Blacknell， 结果第一球就被要狙击了。 道奇先发赛场中投 Blacknell， 规场比赛肯定第一球就叫蓝鸟喊出去，而且袂煞第2棒来喊的，嘛甲白球喊甲真远。哇！又来背靠背的全垒打。 这个开赛，蓝鸟的前2位打者都小连续喊出红不让，是世界比赛历史头一摆看，嘛摕到2-0领先。道奇无愿意投降，3局下嘛回敬当中炮火追分。这球有了！杠过大墙。KK Hernandez 卡出阳春炮，两边回到1分之差。不过后续道奇打线就无够进攻，因为蓝鸟的怪物菜鸟 Trey Yesavage 实在伤过命，牵出变化球。挥棒落空，哇！最终这个球呢也是投在非常极致的位置啊！内角低，挥棒落空，3振出局。啊，坏球，但是他 check 判定出棒，真的啊。 Yesavage 先发1局，跟他失1分，马肯12败3胜，创下菜鸟投手伫咧世界比赛单场胜冠，改写现挂76年纪录。包括大家伤病拢无意外，3摆对战拢吃亏个吞1K， 全场4支0无贡献，伫咧4、7、8、3半局，蓝鸟个天分数有开距离，将场以6-1拍败道奇，世界比赛3-2抢先听牌。3胜2败听牌的优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